手在一起了，对头，楼比较高，旋子。
抖音。我为了做所谓的主题，刚将出发，所里面所有样，里面接地，所分线上有能让我大，所我来的。只因萨拉罗，也是垃圾，所呀的罗，那么用了几个地方口，所大力子多牛，你接住吗？我呀的哟，土地让我做的我，我呀的哟，土地让我做的我。三个啊，啊，这个也是，这是视频的，你什么时候过去啊？也还等10多天就走了。啊1月份下月就走了。 1月份是吧？这边很多东西，这边个都是一个都是一个账号，都一个账号。都一个账号。啊，那别人看的是横着还是竖着？竖屏就竖屏嘛，单独的、分开的，可以做几个？你可以开1万个都可以，只要一个频道都可以开很多个，这同时可以开很多个频道。多少个人？89。基本上多一点点，几百个。所扛的起步路，左不颠倒，所穿的的速路，幽默中啊，所做的就是样，战不落局，所地理形象。只因萨拉罗，也是垃圾，所呀的罗，又用他那卡的大山，所只因不莫谁来头嘛。我呀的哟，希望俺那子的有我意。我呀的哟，希望俺那子的有我意。我呀的哟，希望俺那子的有我意。那个是麦郎，错了。红色的是丽丽，后面是曲风。
Oh,
子干耶。给不是他，不是他，不是。戴上去戴什么的？不是衣服的那个。红色。不知道吗？我都不知道他对着。啊？红色的三头肌。啊不啊不！啊不啊不啊不！我谢谢。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，再不用关了。你们是哪个活动的？我不是，我是带狗的。哦，咱们连线，你记得节日吗？啊对，嗯。
摇时候好小罗两个摇一摇的。啊，这么的啊，行啊，这不牛吗？牛啊！好，不知不觉9点钟了，21点了。表妹，那个女孩子是吴家墨的朋友。搞忘了名字，搞忘了。卖狼醋，你没学过那个，嘎？没学。他们专门练了几天，他们专门在那个这儿练了几天。哪个教的？这是玉树一个义务，比较长。花花。哦，你要赶回学校啊？没有，我现在实习的嘛。哦，那就不用了。那每天可以过来噻。对，每天都可以过来，但是有时候太懒了，就不想过来。哦。他们这边不会，前面这边会跳。基本就结束了，这儿跳了就结束了。
他们这里应该在跳。玉树活动，玉树那个衣物。这个饭姐姐。